朕已查明，有关太子挪用贡品一事，实有奸佞之徒假借太子之名欺上瞒下，胡作非为。有关人等已由刑部缉拿归案。谢皇阿玛明察，还儿臣一个清白。太子，这事儿虽然跟你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你也责无旁贷，没有管好下属，纵容他们亦有不当。正所谓，知人善用，才是治国之道啊！儿臣谨记皇阿玛教诲，今后一定多加注意。刚刚皇阿玛说的“知人善用”这4个字，令儿臣顿有所悟。你悟到什么？这次敢上书弹劾儿臣的大臣，儿臣认为，他们都是勇气可嘉、正直不阿、不畏强群的忠臣，实乃我大清国的栋梁，理应嘉许。尤其是实地。东海广且深，有卑下百川。五岳虽高大，不逆构与臣。太子有如此的心胸，乃大清之幸，百姓之福。朕准奏，上书大臣各升1级，12个加赐俸银1000两。儿臣谢皇阿玛。谢皇阿玛。皇阿玛，儿臣痛定思痛，在贡品一事上，儿臣反复思量，除了儿臣所做不足之处，到底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导致被别人误会，以为儿臣会做出欺君犯上、大逆不道之事？那你想出了什么？原因可能是各个阿哥之间未能沟通互信，关系疏离，从而导致相互的误解，出现此等事情，委实可惜呀。兄弟之间不和，亦非天下父母所乐见。所以，为了巩固各个阿哥之间的情谊，儿臣恳请皇阿玛恩准各位阿哥在今年能够随皇阿玛一起出塞行为。太子，你所言正合朕意。正所谓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各位阿哥，你们都要牢牢地记住啊！儿臣知道。那赏赐和出塞行为的事交由太子安排，四阿哥，你全权负责协助。这。四弟啊，你看到皇阿玛刚才有多高兴啊！四弟啊，你说皇阿玛不会降罪我，我始终都不敢相信呢，以为只是四弟安慰我的一句话，没想到四弟比我还能摸得透皇阿玛的心思。皇阿玛向来宽厚待人，尤其是对太子你。如果皇阿玛不是对你刮目相看，是不会让你继承大统的。说得好。今儿个这一仗啊，如果没有四弟做我的军师的话，我是完全没有把握反败为胜的，还赢得这么漂亮，把老爸他们几个打得灰头土面的。太子言重了，臣弟不过是想为皇阿玛和太子分忧，别让小事化大，影响了大家的感情。哎，四弟，你是顾念咱们兄弟之情啊，但是老八他们几个跟你完全不一样啊。臣弟以为，这次的事情与八弟无关，都是师弟误信谣言的结果。太子也清楚，师弟本性莽撞，凡事不会深思熟虑。四弟，你有时候做人也未免太菩萨心肠了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别人把你卖了，难道你还要去替卖你的人数钱吗？哼，这件事儿啊，我看没那么简单。我想皇阿玛他一定也是这么想的。太子何出此言呢？贡品的事儿跟我牵扯了多少关系？你觉得皇阿玛能不知道吗？今天皇阿玛没有降罪于我，你觉得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之外，皇阿玛就是要向所有的人提个醒儿，尤其是老八他们几个。
告诉他们，谁才是大清朝未来的主子。哼，其实皇阿玛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，向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事实，那就是警告他们，最好安分守己点儿。今天这个仇，就算是我不报的话，也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四弟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在皇阿玛和太子离开京师期间，太子向皇阿玛提议，暂时由我监国。看来太子开始信任八哥了。老石啊，你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？啊，你忘了你跟八哥是什么关系了吗？你刚在皇阿玛面前弹劾他，难道太子爷还能如此大方不成？我就不明白这一点。我看，这只不过是太子想一箭双雕，对付我们的办法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让八哥监国，只不过是个花招，事无大小。可八哥总是要请示远在塞外的皇阿玛，一旦八哥有什么差错，定会让太子抓住把柄，大做文章。那是他故意给八哥这个虚职，目的是不让我们随行出塞，他们好在皇阿玛面前什么小话都可以传了。啊，对呀，谎言说了3遍就成真了，不让我们伴驾，又让我们知道亲疏有别，我们也只有看的份儿了。我看，这也是太子给我们的暗示，我们再不听话，他就会处理我们。皇阿玛向来最重视的是我们兄弟之间是否和睦。太子这不计前嫌之举，正合皇阿玛的心意。哼，他有张良计，我们也有过墙梯啊。到时候山高皇帝远，京师就是我们的，我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闭嘴吧你！我又说错了吗？太子就是想我们这么做，这样我们就容易犯错。哦，太子这招真是太阴毒了。阴毒的不是太子，那是谁啊？